各位先生啊，各位在座的老大，大家好，大家好啊！我第六年是中山医学楼底的新亚生。今仔我要发表的论文是医疗医疗条件内底的语言。再来，我要开始讲啥咯？我要跟这个题目、这个主题做我的论文。这篇论文上主要我就是要用语言风格这个理论来分析诸葛亮医疗条件内底的诸葛亮这个人的语言风格。语言风格本身包括真侪物件，包括语音、故事、词类，还有句型。不过呢，我这篇论文干那要针对语音的部分来做探讨。再来，我要进入部分。开始我要讲的是同音词，同音词的造成的效果，一般来讲是讲，伊会造成是讲，比如讲，共一个音，咱所听到个讲的人甲听到的人，伊所想的意思是无相共的处。第一，有可能造成沟通上的问题；第二，就是讲，比如讲，伊伫咧戏剧内底展现出来时阵，会造成一种较笑话的效果。咱实际看的，每一个咧，我拢会放一段小小的迄个声音讲互大家听。你叫我高兴啊！你当作我是富山科高兴啊！这个部分有较无共的所在，我会甲为共因素是因为台语有变调，台语的变调一般就是讲第5调变第7调，第1调嘛变第7调，这两个高息音不是这两个高息，就是这两个词，伊拢是变做第7调，尾仔就是咱听到迄个意符拢是共款，所以我家己做共因素这部分来讨论。第一个高息音是讲，咱看到一个较少年的人，可能10外岁啊，20外岁啊。若总讲伊就是有时咧做的代志，较毋是遐正当的，比如讲伊的去驾车啦，还是讲伊的食薰啊、步面啊，迄个时咱会讲伊是高息音啦。第二个，这个咱伊家己就解释，第二个高息音就是讲一个有心的人，伊走去妇产科，伊无想要伫迄个囡仔甲囡仔提调，迄个高息音啦。结果两个听拢是共款的。好，再来做结论啦，莫阁是名啊，拜托我的弟弟。伫咧头前迄3个共因素、近因素甲有尾的中途，因有共款的效果，就是讲，因互听众听了会感觉真轻松，会感觉好耍嘛，大家拢有笑，所以这是真正确的。若无笑，可能爱先添做一点。再来就是会去观众的注意，对啦，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搁加深听众的印象，互恁听了会家记起来，会想要搁讲，卖讲互别人听。细节的部分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是，因为甲别人无共，所以我讲迄是一个学习的风格。再来上尾你这篇论文的研究就咱更加证明讲，其实每一个人的语言风格拢是独有的。多谢。发表伫以及各位现场来宾，大家好。大家先感谢出版单位互我这个机会，当担任录音这篇论文的讨论人，互我有一个学习的机会。虽然我就针对这篇论文来分享我个人的想法，由于以诸葛亮相关的作品来做研究。这是算讲是头一篇啦，所以我感觉讲是创作出一个真好的开始，虽然就是讲若就咱来到咱看到由伊所写的论文，除了伊台语书写的非常好，写得真通顺，事实上论文基本的结构甲形状嘛，拢有显现出来。我感觉伊是大学生会甲咱大家来解读了虽然感觉讲针对这个诸葛亮这个较新所显现出来语言风格，咱有3种方面的思考第一个就是讲针对诸葛亮所讲话语当中，创作者就是编剧，这就是咱看的美感甲技巧来去造成讲伫声音这块牵连，造成意义上的转换跳跃，来进一步引起观众的一个共鸣第二个就是讲同款的声音到底是造成无同款的效果，伊是形成听众什么款的情绪的反应。第三点就是讲，这款由声音到意义的转换，要进一步引起听众
各种观念这个逻辑伊背后有啥物款的文化经典咧支持。我感觉这个问题吼，若是当详细去思考，就当帮助咱更较进一步去讨论做一个较清楚的意义。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时间到发表题，第一位李万柱小姐，大家拖一下。